今日2025年5月6日星期二，財經頻道更新經濟狀況。上日收市，上海證券指數收3279點，香港恒生指數收22,504點，美國道瓊斯收41,219點，跌98點，美元對人民幣7.2706對1美元。紐約黃金報3341.39美元一盎司，紐約原油報57.06美元一桶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336。星期一5月5日，全球資金瘋狂湧入中國資產，港元連續第二個交易日觸及交易區間強端。為維持聯繫匯率，港府買入465億港元，阻止港幣升值，創歷史紀錄。五一假期前人民幣匯率為7.2706。5月頭兩個交易日離岸人民幣報7.19，大漲近900點，突破7.2大部分。星期一5月5日 A 股勞動節假期，港股佛誕假期休市，星期二恢復正常交易。我哋睇下5月中國市場，節日期間港股、人民幣匯率等資產整體樂觀，如無意外，節日後A股很大機會順勢保漲。4月7日跳空缺口將進一步收復，有鑑於美國關稅政策為全球經濟、股市帶來不確定性，股票市場震盪可能性高，考慮恒指22,374點以上止持貨，唔好加倉。歷史經驗有句投資格言：5月賣出，離場觀望。但在今時波動劇烈的市場，呢個季節性模式今年可能唔啱用，由於經濟不確定性持續，技術面脆弱，加上貿易談判等地緣政治因素影響，在政策新聞主導的市場環境下，今年市場形勢未必符合過往模式。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，美國正與包括中國等多國就貿易協議會談，與中國談判的首要目標是確保達成公平貿易協議。值得關注的是，公平貿易協定未有提及降低關稅。公平與之前對等關稅意思一致，即雙方關稅要公平對等，一起減稅或一起加稅。若對方堅持高關稅，他亦會堅持高關稅策略。巴菲特於伯克希爾股東大會提到，巴郡首季現金儲備達創紀錄3477億美元，反映金融市場不確定性。世界黃金協會報告顯示，全球金價20次創新高，黃金投資需求大增，全球黃金投資需求量達551.9噸，同比增170%，顯示黃金作為投資產品更受看好。高盛重申對黃金結構性看漲，預期年底金價達每盎司3700美元，2026年中達4000美元。短期黃金行情分析，在聯儲局會議前，金價可能在3200至3350美元區間交易，但貿易協議新消息或引發波動加劇。星期一5月5日，美股三大指數齊跌，道指跌0.24%報41,219點，納指跌0.74%，標普500跌0.63%，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跌0.04%。市場持續關注特朗普關稅政策不確定性，特宣布對海外拍攝電影徵收懲罰性關稅，並排除市場期待的高層會談。美聯儲本週將開貨幣政策會議。美國4月標普全球服務業咪終值50.8，低於預期51.2及前值51.4，顯示商業信心暴跌。4月商業活動及招聘近乎停，服務提供商，尤其金融服務公司報告增長前景顯著減弱，原因包括新公布的關稅及聯邦開支削減加劇經濟不確定性。美國4月 ISM 非製造業咪為51.6，高於預期50.2及前值50.8。企業及家庭趕在進口關稅生效前購買商品，或為服務業咪上升部分原因。美國4月服務業增長加快，因訂單增加，推高原材料及服務價格指數至逾2年高位，暗示關稅導致通脹壓力加大。新一周，市場焦點轉向聯儲局5月議息會議。美洲時間5月7日，美聯儲將公布最新利率決定，市場一致預期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。芝交所美聯儲觀察工具顯示，5月維持利率不變概率高達97.2%。今日財經資訊到呢度，聽日再見。祝你投資理財同埋事業發展更上一層樓。生活異數5月6日月至年4月初9，豬日沖蛇歲破日月破日，諸事不宜，大事謹慎。
生肖龍、馬、雞。狗狀態高，牛、虎、羊。豬狀態良好，鏈狀態一般。提醒鼠、兔、蛇需小心謹慎。當天配色：黑色旺，綠色順，黃色合適談判，紅色弱。穿着就留意一下啦。厚德載物傳統文化祝你時來運轉，鴻運當頭。